与故乡比上去，就要上城。见前面姑娘的叫声思亲听一听。相公何事？两腿什么不是在此两坐片刻？相公说的有理。相公，弟妹有神。看他们也是眼里模样，莫非也是托苏去的？啊，那位神兄请了小弟有礼，小弟则向万里。请问眼里忠心大名夫居何处啊？小弟姓作名应的，乃上虞做家长人士。哦，做仁兄，神兄是归计200-300，梁神兄。奇怪，神兄果是去杭州读书，真是请问你呢？我也是去访师就呀。哦，好姐，好姐，请坐，请。喂喂，你们是到哪里去的？到杭州读书去的呀，我们也是到杭州读书去的。哎呀，那巧见了，小姐。哎，小姐好端端的在家里，你替她做人啊？哦，我想小姐要是能一起出来读书，那就好了。是啊。我的神兄莫非？哦，神兄有所为之？我家有个小姐妹，聪明伶俐很清美，妙龙水龙成能手，琴棋书画件件会。我吃饭曾居名士，举妹一心相同来。我以为女儿不须经书读，女儿读书也应该。只怪我弟弟太固执，终于留下小舅妹。妙哉高人，妙哉高人啊！神兄同乐领神经，自动当才我心。男女同是同生，女儿同说名利。我在夸奖，奇怪，奇怪。我以为天下一般样，难得他也为女子抱不平。相思光，两旁也有思牵伤。我有意与他结为
有缘千里来相会，等与称兄心欢喜。一月与你俩结拜，弟子承孝可愿意。今年28哦，38已是17岁了。遇到是长者为兄，愚者为弟。此次因我代替一杯。哎呀，旅途之中必得相助，是我是好啊。是啊。哦，不是插土为香。是此人好。我是启程去马，一定师兄要去。